号称全球最大植物工厂出现在台湾桃园。我们在讲的产业经济嘛，就是说你没有一定的量化的话，你是没办法做这一块的。那我们就开发了这个巨型的厂，那它一天是可以生长，采收2.5吨，那同时种植是180万棵蔬菜。一天生产2.5吨蔬菜，相当于30-40甲农田的产量。2013年中开始运作，规模将超越30年前起步的日本植物工厂。这些种子像住进了5星级饭店，太冷、太热、水灾、风灾，通通挡在门外。空气有温度、湿度调控，风有风扇冷气吹，水里添加了营养液。至于光源，台湾 LED 灯的研发已经能做到仿太阳光，内含红、橙、黄、蓝、绿5种波长。结球状的莴苣最明显看出改良后的成绩。只有红蓝光的情况之下，它可能会不像会这样子一个球的样子，它可能会摊开，它可能会长得有点不是那么的好看。代理研究团队的林明村出身客家农村，深知农民看天吃饭的苦。叶菜类最不耐老天爷摧残，改在室内水耕培育，没有虫害，不需喷洒农药，更不需要担心重金属污染。别的还没有办法用这样子的一个养育栽培的一个技术去种稻米，去种小黄瓜，去种草莓，甚至是番茄，根茎类的、水果类的，其实我们都试验出来，都可以种。目标係乜嘅？当年都进来进进步。當年都進來進步。目標是什麼？每天都持續進步。这几年，台湾各地陆续都有植物工厂。林明村的短期目标是要攻占袋装蔬菜5%的供应量。他深信，有品质、有产量，就有机会成为领头羊。而这位客家子弟的企图心是要成为世界蔬菜王。一起念念看，要多练习哦。目標係乜嘅？當年都進來進步。目標係乜嘅？當年都進來進步。谢谢宗儀老師。